大家好，今仔日阁要甲恁小解一个 App， 嘛是真好耍，毋过应该是干那迄个 iOS 系统的，所以咱来即个遮找看觅。台语答欢喜学台语，咱甲 Enter 一个，即摆来找一个，就是即个哦，就是中即个。我已经有甲伊装好啊，所以你甲拍开了后，你会看到一张台湾地图。当然你看咱遮有一个 A 对无？苏澳遮宜兰苏澳遮，佫有一个花莲遮有一个 K 吼，这就是声母。即个 A 就是表示即个韵母。等者互恁佫看，恁遮看下底有一个倒边有一个台湾对无？台湾就是即马即个即个画面，对无？即马即个画面吼，即马我点即个有3点，佫有3环的即个所在。甲点落去，伊就有诚侪即个譬如讲台北桃园啦、新竹即个所在苗栗、台中、彰化、斗六遮每一个所在拢有一个主题譬如讲拄则我讲的即个花莲伊声母的部分，伊就伫遮譬如讲伊就巴伊用安尼去甲恁教，这是总目录，互你知影讲。有倒啥物主题你若譬如讲拄则讲花莲，咱转来花莲遮点去。花莲，就是互你读花莲，咱来罗马字01声母。伊遮有教典有就是有咱台语甲白话字的部分。你点一个，也是即讲你会当继续学，伊就会开始甲你讲，譬如讲即个。点牛，伊就一直讲猫这这就是咱的声母韵母，另外韵母，咱即马佫倒转来花莲遮，花莲就是讲吹，咱即马可能就是念即个，就是要去听迄个声母的部分。安尼有清楚吼？韵母就是苏澳，咱来罗马字02韵母。苏澳就是即个罗马字韵母即个部分。遮嘛共款，有拄仔讲的咱要安怎学你会当用图片，也是用啥物货来学，拢会当点。譬如讲这蚵啊，咱安尼来你嘛会当佫倒转来遮，你佫去找看咱你想去教伊倒位毋过这就是总目录遮譬如讲咱的譬如讲时间你就先遮练习1点、2点、3点、4点、5点、6点也是讲一寡话语，即马几点？即马11点，咱来听看觅咧哦。即马11点，伊拢会讲互你听。譬如讲，我拄则讲高雄高山啊，对，高山啊，拢会使。所以遮嘛有另外咱教育部的即个台语甲白话字的部分，佫有声音的部分，佫有汉字的部分，拢有哦。咱讲瑞穗古早地名叫做水尾，咱来学入楣。你看伊地图是讲迄个瑞穗对无？遐就是讲水尾。即个主题就是咧讲日时甲美时，就是咧讲作业，爱当练习用这个图，譬如讲点马仔点暗头啊，安尼来就一直暗时、暝时、半暝、抽时、暝尾，当了解加减捌。伊即个遮有即个丁宝熊嘛，即个伊目前甲点落去，敢若是拢无出现啥物啦。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分享即个台湾达欢喜学台语的 App， 感谢，再会。